破读学台语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37集181条。敢若一块niā-niā爱用开，袂使用单的，只有一袋而已，要用单边吊挂，不能用双边挑起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歹，第二字读作开，第三字读作爱，第四字读作剼，就是头甲剼落去剼182条。你莫甲伊的衫翕条啦，就是你别把他的衣服抓得紧紧的啦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khǹg，这khǹ像爬壁的khǹ，第二读作吸，第三字读作吸，第四字读作khǹg，就是钳子的意思。183条。查某囡仔饲大汉是袂吭哩，是女大不中留的意思哈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留，第二读作吭，第三字读作克，第四字读作khǹg也是款khǹg甲款拢会使。184条，这蛇爱giah-khui顶天。这一行要把线挑掉重缝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giah，第二读作giah，第三字读作giah，第四字读作gín-á。185条，船一直咧khန့်，就是huān-sè会变落去，就是船一直在摇晃，可能会翻覆掉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khန့်，牵挂的牵啦第二字读作khန့်，第三字读作翕，第四字读作摇。感谢大家收听。